芝芝，你想除衫啊？米雪成為一時候之後咧，去到凌晨嘅2點15分嘅醫院仲未有收住喎。喺同一班 fans 一食完宵夜之後咧，米雪一直去醫院呢一頭咧探望佢嘅另一半揾路，同佢分享得獎嘅喜悅。芝芝，做乜嘢啊你？你咪表演脫衣舞啊！媽媽整首歌俾你聽冇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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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